来关心风台上新的动态，今年第11号风台用率拄则中昼1点，已经对台东的太麻里附近登陆了，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哦。上紧要按对台南有高雄出海了。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。 今年第11号台风杨柳在稍早1点左右，已经从台东的太麻里附近登陆，目前呢正在持续通过台湾南部的山区，预计在今天下午5点左右就有机会从南部的沿海出海进入台湾海峡。这一段时间会是花莲、台东风雨最大的时候，但同时也要提醒嘉义以南跟澎湖地区的朋友，风雨正明显的转强当中。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面可以看到，台风的结构在雷达回波图上是蛮明显的。那台风眼的中心在今天下午1点的时候逐渐的登陆。那目前的话，这个台风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来到了南部山区，大概是在高雄东北方大概50公里左右的位置。而随着台风持续的往西北西方向移动，预计在今天下午5点前后就有机会从台南附近进入台湾海峡南部。那这段时间从今天入夜之后，特别提醒，在台风中心会比较接近澎湖。那到了下半夜之后，会再往金门南方，也是中国华南沿岸移动。所以在目前开始，嘉义以南跟澎湖的风雨正逐渐的增强当中。而接下来在今天晚上开始，暴风圈也会逐步的涵盖到金门地区。今晚到明天清晨，金门的风雨会是比较大的。 由于风力是比较明显的，所以我们其实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。那特别就是提醒了，随着台风逐渐的进入到西部平原，在嘉义以南的沿海会容易出现11到12级左右的强风，同时内陆地区的风力呢也会明显的转大。那澎湖地区的话，在今天的下午到晚上的这一段时间，也有可能出现14级到15级的强阵风。 而随着台风逐渐的往华南沿岸接近，金门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风力也会达到最强，也可能会有11级以上的强阵风出现。尤其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嘉义以南这边，以及包括澎湖的雨势也会比这几个小时明显的增强，容易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。那到了今天的下半夜，随着台风出海，逐渐远离台湾之后，本岛的降雨就会逐步的趋缓。但是在澎湖跟金门，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，雨势还是比较大，同样也是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发生了。